今天本分局早上有接到民众报案，家里有人死亡，那我们马上派员到场调查，并请警察局鉴识中心到场鉴识搜证。那我们目前在现场有发现一名嫌疑人，那犯案的动机目前还在调查了解中。那个死者跟那个嫌犯的那个关系是？目前了解嫌疑人跟被害人他是兄弟关系。那现场有发现是什么样的凶器吗？被害人身上有伤口，但是是什么凶器造成的，还要相验比对。那死亡时间多久？是怎么样发现？死亡时间目前没办法确定。那发现是因为他家属今天到被害人家里的时候发现被害人死亡。嘛，拢像个冤家啊。像个冤家哦，是用遐讲中风嘛？嘛是毋是中风啦？伊跋倒骹骨折啊。哦，是跋倒骹，拢是伫咧照顾问题啊。因这个第三个讲甲伊甲照顾啦。照顾就伫遐照顾。两个是住做伙了的。系住做伙。哦。伊母是要升迄1点钟60块的来甲用，升袂出来。哦，升袂出来啊。乡公所嘛无迄阵啊。居家照顾迄种的对啊。升60块。你昨有听连咧冤家哦？我伫倒本厝有听，我咧冤家。你烧麦？当时的代志啊。昨下晡4点外，我倒本厝有听。有听烧麦哦，听伫遐烧麦就对。烧麦就是正常的啦。